后来乡亲啊，你一天拢食几份的青菜甲水果呢？国健署的统计，真侪人拢食无够额。这个青菜水果食伤少，就咧害咯。偏偏逐工拢爱来一杯手摇的饮料，甲甜点加两糕，结局就是真会引起着肠燥症，毋是便秘就是落瀉。讲13岁以上，一天爱摄取的膳食纤维，都爱25克到35克，安尼才会当保护肠仔道的健康。一杯饮料，也是讲有铺真侪乌圆、红豆啊，色彩真缤纷的刨冰，看起来是解热减消暑。昨日时啊，食一喙是透心凉，严过是日，大家若安尼食，肠啊会出问题。这些饮食到的身体里面，它会把一些喜爱吃它们这些细菌的，把它反而筛选出来，所以正常的细菌比较我们讲益生菌反而会被压抑下来。国健署统计，102年到105年，13岁以上个人每一天摄取膳食纤维量，较无20克，正常一天应该食25到35克才有够。有膳食纤维的青菜、水果，像高桃啊、柳丁、木瓜等等，这拢会增加肠仔益生菌，对排便有帮助。要一天内面至少有一顿的主食是无经过精制物件，像讲番薯、麦片还是糙米。蔬菜的一份大概就是小的像 CD 大小的盘子，就平平的铺一层。水果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拳头大的水果。医生讲，肠燥症毛可能甲心情有关系，建议讲生活尽量爱正常，减少压力，安尼拢会改善。若是长期以来拢无法度改善，真有可能就是大肠癌的警讯，一定要赶紧去找医生。